歡迎大家收睇會考放榜氣象站，仲有幾日就放榜啦！唔知各位會考生有冇諗過放榜日要準備定啲咩物資呢？冇嘅話，可能會出現以下嘅情況。喂，媽咪啊，我得咗啦，我攞24分啊。係啊，今日諗住，喂，哎呀，電話冇電添。唔該，我想嚟面試㗎。或者你交啲文件俾我睇下先啦。哦，喺度。成績表、身份證影印本，咦？出世紙唔使喎。你有冇校內成績表同埋學生相啊？係啊，未影添。同學咧，如果想喺會考嘅時候咧，唔好咁忙亂啦，可以制定一個嘅物資表嘅。咁啊，包括要有啲咩咧？證件啦，你嘅會考成績單啦，中四、中五嘅成績單，同埋呢個推薦書，影印多幾份。另外咧，證件相上面咧都可以預一打啦。咁咧就整整齊齊放入個文件夾裏邊嘅。第二樣嘢咧就係要帶你嘅放榜資料啦，譬如你嘅會考指南啦，各區嘅資料圖，同埋一啲嘅會考放榜熱線嘅。咁你有需要嘅時候咧，即刻可以查翻啦，可以知道翻一啲嘅資訊嘅。咁而第三樣嘢咧就係你嘅隨身物品啦，就係你需要有叉足電嘅電話，咁變咗你有需要嘅時候都可以 check 翻一啲最新嘅資訊嘅。咁另外要帶齊文具啦，足夠嘅金錢，因為咧你可能需要搭車啦，要用車費，同埋報名嘅時候咧都需要加啲嘅報名費嘅。最後咧就係同學都要留意下自己嘅儀表嘅，最緊要係整齊啦，唔好奇裝異服，因為可能當日咧你有需要咧面試，咁等考官咧都可以對你有一個嘅良好嘅印象嘅。唔該晒黃姑娘，希望各位會考生可以盡快開始準備放榜物資，咁就可以輕鬆面對放榜啦。最後提提大家，放榜嘅時候可能會有狂風暴雨，各位會考生記得帶備雨具，自然就無懼風雨啦。如果你宏觀啲去睇呢，會考係人生一個階段咯，只不過係你其中一個小小嘅一個關口咯，即係唔需要睇得失咁重，因為無論你係升讀到又好啦，或者做嘢又好啦，或者去咗第二度啦，你都會一路會有好好嘅前途嘅，只要你俾心機咯。咁千祈唔好將會考嘅得失咧睇得太重。我諗而家最好就係放鬆心情啦，因為你仲有時間玩下、癲下咁樣。咁趁青春啦，留倩影啊！